各位從青山公路上德士古道去青衣同埋大嶼山嘅，應該都對呢個迴旋處唔陌生。冇錯，佢就係青山公路去國瑞路嘅迴旋處。佢係隨住國瑞路喺1970年開辦而開放，提供青山公路去國瑞路嘅服務。而家佢就有少少嘅問題，佢嘅西行方向有一個紅綠燈。咁就令到上德士古道嘅車好容易會塞去返去迴旋處，甚至乎青山公路。而我嘅解決方法都好簡單，就係移動紅綠燈嘅位置，將佢向西移動，又或者搬去迴旋處嘅另一邊。希望運輸署可以採納我嘅意見，睇完嘅觀眾亦都歡迎 CLSS 我嘅 channel。今集節目到此完畢，多謝大家收看。